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2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8节到29节，启示录2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启明星。我算什么？特别进入会幕的时阵，问上帝讲：我会加算什么？诗篇甲咱讲，人算什么？是啊，世间人算什么？若毋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咱阁会当安怎？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8节到29节，记载着大卫进入伫会幕了后，甲上帝的对话。大卫王就入去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我是啥人？我会加算什么？你竟然带我到伫这个地位？若安尼，至高的上主啊，你阁眷顾你奴仆的家的将来。至高的上主，这减是一般人会当拄到的代志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的奴仆你上清楚，你还有甚物话通讲？你有做这的大事，佮教导你的奴仆，这拢是因为你的应允，照你的旨意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真伟大！照阮所听见，无一个会当甲你比。你以外无别个上帝。世间竟有一个国家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。上帝，你有救赎因，互因成做你的子民，互你家己得到荣耀，佮为着你对埃及解救出来的子民做大佮通行的事，将列邦甲遐的性命赶出去。你有建立以色列，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上主啊，你阁做因的上帝。主上帝，你对你的奴仆甲伊的家的应允，愿你照你所讲的实现，互伊永远稳固。愿人永远尊重你的名，讲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伫你以色列的上帝，佮你的奴仆大卫的家要伫你面前徛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因为你会启示你有启示你的奴仆，讲我要建立你的王朝，所以你的奴仆好当用这个祈祷对你恳求。至高的上主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的话真实可靠。你用这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，但求你欢喜赐福你奴仆的家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永远稳固。至高的上主，因为你有应允，愿你奴仆的家对你得到福气，到伫永远。大卫对上帝讲：无有人会通甲你相比拼，因为除了上帝以外，无有别个上帝啊。只有上帝会通信守伊的承诺。愿上帝恩待大卫后代会行行顺顺。伫黑暗中的人会望看见光。罗马时代以色列人，身体心灵欠安的人，拢需要有望。亲像大卫上帝的祈祷所讲的，人拢需要有上帝，并且是唯一上帝来定。启示录22章12节到16节，耶稣基督的话安尼讲着：
耶稣讲：看我念边来，我带报赏来，照逐人的行为甲伊汇报。我是阿尼法甲俄米伽，是起头，嘛是线尾，是开始，嘛是结束。将长袍洗清气，遐个人真有福气，因有得到权，通食活命树的果子，佮通对遮个门入去。遐个狗类惊声xuất的、淫乱的、杀死人的、拜偶像的，甲一切爱讲白贼，佮做事奸诈的人，拢着留伫城外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，伫遮个教会将遮个事对恁做证。我是大笔的君，是伊的后代，是光亮的启明星。耶稣基督讲，伊就是真光的启明星。伫原文的翻译是咧讲到即个真光的早起时的星啦吼。意思就是讲，伫人经历着暗暝即个黑暗了后，看着上光的迄一粒星，迄个光所代表的是迄个望。诗篇90篇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犹袂受造，大地甲世界犹袂造者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你互土做人，归回土粉，讲人啊，就回归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迷茫，亲像草早起时布影。早起时发出来，无声；暗时凋谢，打去。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，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，阮秘密的罪伫你的面前暴露出来。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，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0，若是勇行通到伫80，所会当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人生亲像咧飞，10000年久就过去，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教阮会晓得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会通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，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。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，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尼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求你赐福互阮。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拢行动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，伫黑暗的中间无失去希望，更加坚定来倚靠上帝。求主赐福，光帮助阮来度过黑暗，迎接光明，
因为主耶稣基督家己也真做咱的启明星，互咱伫经历黑暗了后，会通看见第一个亮光甲光芒。伊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